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虽望外口寒冷，小可落雨，总是咱的心是火热。咱搁一届来到上帝的面前，伫个宝座前来敬拜伊。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用些热情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咱用心神、甲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好，咱这时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牵扯。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一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请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不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牵扯。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一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请可以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不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
只是咱为着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咱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上帝的面头前来认罪。咱也感谢上帝，因为伊的听，互咱通认捌伊，也为着家己，互上帝来竞选，行伫伊的道路。也因为伊的听，互咱的活命更较更新。咱为着这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主，阮将阮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主，阮有最罪伫你的面前摆列。主啊，有的罪是真显明的罪，有的是无显明的。主，总是你拢知影。哦，主啊，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将家己完全的献上。主，你顾守阮，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安然自在伫上帝的面前。主啊，帮助阮，阮要为着阮的罪来献上祈祷。主啊，阮检查有歹的念头，阮检查有贪婪的心。阮会骄傲，主，阮检测会自私，阮也咬论断别人，主，阮背逆，阮也无顺服。主啊，你帮助阮，我要伫你面前来承认阮有这罪。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用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要看重阮伫你的面前的痛悔的心，你要帮助阮。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清阮的罪，主，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来赦免，恳求你施恩来怜悯阮。主啊，帮助阮，也互阮定心会当点到阮对你刻薄的热情。主，帮助阮，感谢你，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相信。我相信，阮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奔你。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走，永远袂离开我。咱相信即时也为着软弱肢体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年老的心心灵。病痛，这肢体来祈祷，咱恳求上帝施恩怜悯，互每一个伫主内面的肢体，拢会当健康，拢会当恢复上帝所创造伫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迄个起初的状况。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帮助咱这病痛的兄弟姊妹，会当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也会当靠信心来倚靠，因为上帝看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宝贝。咱大家开声为着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在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阮特别为着这个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主啊，特别是伫年老、心灵、心神、肉体病痛这肢体来祈祷。哦，主啊，阮毋知因伫这时为虾米会拄着这个状况，拄着这个艰难。主，总是阮相信，无论伫啥物状况，伫顺境逆境中间，你拢要甲因相甲伫地，你要引出因头前的道路，你要看顾因，因为你应允，
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讲你要看阮做宝贝，主啊，阮相信你是阮上大的瓦靠，你上大的五芒，伫阮的生命中间，主啊，你要引带阮，互阮看见阮头前的道路，主啊，阮要知影阮头前的道路有上帝的五芒伫头前，主啊，这个时阵，随梦因拄着这艰难，拄着这困苦，总是阮的相信，主你的确要甲因三个对立，帮助因，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就是阿爸爸，你看我最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最宝贝。咱只是为着咱教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互咱教会当充满属灵的气氛，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刻薄圣神，爱祈祷。勤读圣经，咱为着这事来祈祷，恳求上帝，互咱福强教会会通真做光、真做盐，伫这个社区中间，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间教会中间来成长，伫这间教会中间，咱的活命会当更加更新。甲所有的同工做伙来拍拼，做伙为着上帝福音、上帝的圣工来跑走。同时，咱也为着今仔日服侍的同工、甲牧师的讲道来祈祷，求圣神帮助咱伫这中间，会当领受上帝所启示的智慧，帮助咱会当爱祈祷，帮助咱通过祈祷，更较。甲咱的主三角结连，咱为着这大声来祈祷。主，感谢你恩典，好主啊，我为着福强教会来献上我的感谢，献上我的祈祷。主啊，我为着教会来祈祷。主啊，我这间教会让充满属灵的气氛，有最恩典发生伫这中间，有新者技术发生伫这中间。主啊，最人爱祈祷，最人爱读圣经。伫这教会中间，主啊，真正有属灵的气氛、属灵的技术，伫这当中来发生。主啊，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有刻薄的心、刻薄的灵来追求、来参与伫主你的圣工中间。主啊，我为这个一切来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我来尝试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献上我的祈祷。主啊，帮助阮，互阮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有主你的圣神的恩典、圣神的同在。感谢你，感谢你，也特别为着牧师今日的讲道来祈祷，愿上帝你恩典祝福伫牧师中间，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个中间，会当领受主你对天而来所透放属天的智慧伫阮的中间，启示阮，互阮每一个人伫新的一礼拜中间，会当通过这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过来一礼拜中间的生活甲尊前，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就是阿爸爸，你看我最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最宝贝。做来祈祷，特别我感谢你，你像主主耶稣真做阮的好朋友，用宝血洗清阮，带阮行义的路，
主，阮相信你看阮做宝贝，你上疼阮，互阮有圣神的安慰。主耶稣的陪伴，我要大声来学了你，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阮的主。为耶稣因带，阮一生就要安然自在，无搁摇拽。咱大家起立来吟这首诗。现在全然上帝，有着拢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齐来敬拜，全地大声。荣耀拢归伫你，拢归伫你，地顶的万民跪拜，耶稣基督是主，现在。全然上帝，有着拢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齐来敬拜，全地大声荣耀拢归伫你，拢归。是主，现在，全然上帝，有着拢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齐来敬拜，全地大声荣耀拢归伫。是主，荣耀拢归伫你，拢归伫你，地顶的万民跪拜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一个宣告，荣耀拢归你，荣耀拢。归伫你，拢归伫你，地顶的万民跪拜耶稣基督是。搁一个宣告，荣耀拢归伫你，荣耀拢归伫你，是主地顶的万民跪拜耶稣基督是主，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为。来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为你的名，我的主，
我都用梦里热情来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伟能，你的听是好听。光破关心，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愿并将冠万美，看地荣耀尊贵而来。我用心灵诚实，热情敬拜。这地宝座顶上的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为你的听。哦，我的主，哦，我都用梦里的情来敬拜你。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听。哦，我的主，哦，我都用梦里热情来敬拜你。哦，我的主，哦，我都。用梦里热情来敬拜你。唱圣诗590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人更罪过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道，心满常常是乐平安。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深信，袂有放心交托主。将来拄着忧闷试炼，嘛是啥物大烦恼？大愿灵慈悲的主，阮的上帝，
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分，互阮认捌你，互阮敬拜你，互阮欢喜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这是上帝，你互正是阮的囝儿上大的恩典甲祝福。主啊，阮要伫遮齐声学乐，同心敬拜，也要出声来对主你恳求甲感谢。俾阮的上帝帮助阮，若是出力伫生活、伫人生的脚步咧拍拼，互阮知影来归向你，对主领受对天来的智慧甲开力，互阮服侍主，拿甘甜，互阮伫生命甲生活的中间，因为你圣神的高我甲帮助，阮就活了搁较有快乐，活了搁较有平安。感谢主，这是阮做你囝儿上大的恩典甲特权，所以我们伫遮大声学乐敬拜，我也要归荣耀伫你，因为主你是堪得来学乐甲敬拜。愿你圣神伫阮中间，伫这个连续假日，有的兄弟出外伫外地也是回乡来扫墓的，求你拢带领因出入有平安，也甲阮同情的心做伙。伫无共所在来同心敬拜你，主，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我们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请您开启文第4篇，启文第4篇。我来替请会众来。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以爱罪恶的上帝。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的面前，讲白贼个，你要灭伊。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现在同心来祈祷。全能创造万物的主宰，你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你是唯一的上帝，极悬的山峰，甲地上的万物，海甲海中所有的这一切，拢是你创造的。我们常常你献上感恩、甲乐的祭，亲爱的主，我若要用严谨刻薄的心来领受牧师，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阮。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也将阮的每一工的主权拢交伫你的身手，带阮过了每一工的生活，毋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互阮无偏离圣经的真道，会当行伫你的真理道路上。和平的君王，阮也将俄罗斯甲乌克兰摆咧伫你的面前。你是一切疼的源头，你无愿意你的百姓生活伫战乱内底，求你掌权兴起下主，施立有正直、公义甲疼的政府，代替腐败、贪婪、无公义、独裁的政府，为上主的救恩临到这两个国家。亲爱的主，阮只是要用你摆列阮的欠亏。
为了身体病痛，是日软弱的兄弟献上阮的祈祷。你是医治人的大医生，是赏赐阮身心灵平安的上帝。求你施阮的伸手，来查查保护，才着你定定的旨意，医治阮身躯的病痛，也赏赐得胜的信心甲气力，互阮，无因为病痛会困巴，阮的心灵要得到安慰，有医治的平安甲喜乐。阮也为着受主恩调的蔡秀霞老姊妹的家族献上祈祷，求主的灵安慰因，圣灵的规律扶持帮助，得到安慰，用信心、望、信仰来行天路。因为阮确信上帝是甲因同在的。今日是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为着学校来祈祷，求主赐福学校的决策团队。用主所喜爱的方式来管理学校，互老师有疼心、耐心，帮助学生有积极、正面学习的态度，学生用正确学习的价值观，有乐意受教的心。我也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你使用我每一个人，伫你的施恩掌权下面，成做彼此相疼的肢体，用疼三甲扶持。三甲包容，充满圣神、丰盛生命，活出见证，为神基督来传福音，做伙去做荣耀上主的教会。互你的旨意得成，地里亲像的天里。阮献上一切的娱乐、感恩、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敬敬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父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第二位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第6章第9节到13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条，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要赦免过阮的人，袂去带阮入地市，就叫阮发的迄个歹呢。第二个圣经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我实在甲恁讲，恁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恁伫地上稳准的，伫天顶嘛会稳准。我阁甲恁讲，恁中间若有2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祈求，我的天父拢会甲伊成全。因为有2个，也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恁的中间。愿上帝赐福听咱聚会人，接下咱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完，咱请牧师来讲道。牧师的题目是“同心祈祷，生命得胜”。
真多谢圣光队把咱用时光来学咱上帝敬拜上帝。各位姊妹大家平安。咱这是4月已经到清明的节期，是咱孝念亲人扫墓的节期，嘛是儿童节这个清明节过，也就是咱进入受难周以及过活节的时期。愿咱大家拢甲主有一个更较亲密的关系，甲主相同行，通过禁食祈祷，也是通过灵修，搁一遍来学习主耶稣基督为世间人牺牲即款的恩典，咱要得到即个上宝贵、永恒生命的祝福。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先来做祈祷。大慈悲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收拾阮对你来天顶的疼。你通过圣囝主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摆了一条拯救恩典的路。阮因为有这条路通行，互阮知影，阮伫世间虽然是有罪的身躯，是伫有罪的世代，总是阮有一个救恩的确信甲记号。主啊，阮每一礼拜伫遮聚会敬拜。愿拢无毋是搁一遍，要互相来祝福甲提醒。阮是受恩的囝儿，受敬调上帝恩典祝福的后裔。主啊，阮要一遍搁通过你的话来去着勉励甲学习。愿你圣神开启阮的心，光照阮的灵，互阮甲主相同行，领受主你宝贵的启示。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我相信咱非常的熟。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一个主题，讲同心的祈祷，带来咱生命、咱家庭、咱信仰，拢得到复兴甲得胜。咱这段经文是这个经节毋对去这个就和合本的啦伊这是属于这个中文版。咱这个中文版若是这个和合本内底有加一句咱拄仔咧读迄个经文甲咱读祈祷文有加减一段，就是最后迄段讲，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的，代代无尽。阿门。这段伫咱原文的这个台语的圣经无啦，这是和合本内底的圣经。敢若这个和合本内底有带一段第二段是一个真简单的一个提醒，讲咱要伫主的内面享受到天顶来祝福，所以咱就会看见主的恩典。咱若是2、3个人同心自执，主的疼就伫咱中间所以这个经节咱小等下搁做复习啦大先我是要通过这2段经文，甲咱学习讲。同心祈祷所带来生命的丰盛。伫我这4、5冬转来咱福强教会，互我上印象上深的，除了真侪咱教会的进步各方面的体制，咱教会的更新、礼拜堂的新造，这拢是上帝恩典。其中一个咱叫做稳行的，稳行就是讲。咱无明明看有着，但是迄是上宝贵的一部分，就是上帝赏赐咱迄个祈祷的产业。祈祷的产业，我真咧回忆差不多20年前，我第一任的即个牧会伫咱教会要离开进前，咱教会呢已经开始伫咱的迄个每礼拜开始进前，咱已经开始伫迄个地下室较早较早咱旧个礼拜堂个地下室，开始召集遮个同工来开始做祈祷。对迄阵开始，我发现讲，后来咱教会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改变，就是咱教会体制的改变，以及咱要开始兴起建堂的即款事工的时阵，咱上开始做的是祈祷，上开始做的祈祷。所以到今仔日，毋知兄弟姊妹，伫咱现在咱教会即个祈祷的产业，即两是产业毋是咱社会什物公司啦、事业啦，什物工厂，毋是。即个产业的意思是讲，
咱的教会有即个真好的事工，吼，迄叫做产业，就是讲属灵的产业就对啦。当然，即个属灵的产业，互咱先回应讲，像我少年时代就听到一寡前辈咧讲，伫描述讲，咱东亚吼有3个国家的教会啦，3个国家的教会，因有特色，毋知咱有认同无？反正就是真侪的牧长吼兄弟拢咧讲，咧表示着对。第一个就是讲，日本的教会真注重神学，吼因吼。哇！逐项吼，迄个神学家吼，真够研究，因为日本人的精神，伊甲德国有点仔类似啦吼，因拢学真侪德国的迄款的文化，所以呢，因足用心去研究圣经，对圣经的真理真够做整理开拓，吼。迄伊讲日本的教会是神学的教会，当韩国的教会呢，大家拢印象真深是基督的教会，哇！牧师甲咱教会有一寡兄弟拢捌去过韩国参加因的迄个特别的灵修的聚会吼。你若听到韩国人咧祈祷哦，你会讲哇，我耳孔赶紧囥一个耳塞吼，无惊你袂惯势。真侪人去吼袂惯势，是安那呢？迄款声你会怎？怎人戆戆吼，毋知影专心人祈祷啦。吼，我会记过若遍，阮去参加迄个伫迄个韩国吼。因伫迄个基督山吼，伫祈祷，迄毋嘛伫礼拜堂，咱讲的讲，哇，逐个当咧祈祷的时候，迄个声吼，佮加上佮广告，佮音乐，吼，好亲像咧地动的，哐安尼。但是有个人专心祈祷咧，讲迄毋是咱惊吵啦，是你无进入到属灵的水流内底，无甲伊做咧做一个脉动嘛。所以人咧祈祷，你咧安尼话来学讲，是咧创啥安尼，因为你无习惯。咱就见怪人讲你遐伤大声就对啦。而且呢，因伫个基督山吼，咧半山坪内底拢是蒙阿波，拢是蒙阿波。但因无感觉讲迄个蒙阿波是安怎呢？是一个安尼较禁忌的所在啦。因感觉迄是一个属灵圣徒吼安葬的所在啊，迄属灵的所在，所以拢伫遐安大声咧祈祷安尼吼。即个因咧祈祷的时阵吼。咱韩国文咱就听无，但是咱知影伊有一句啦，伊咧讲阿爸爸啊，伊讲阿婆子、阿婆伊安尼吼。哇，暗时吼都安静安静，迄声是听到哇，迄规个山坪拢咧大声发。所以咱讲这叫做韩国的教会，因吼，迄基督的产业实在是咱对袂着，因吼5、6点就早点祈祷会咧。韩国比咱遮寒偌济，是今日较冷吼，我看有个人是讲冷莫去也好啊。因遐是落雪的所在呢，5、6点就爬起来到礼拜堂敬拜呢。我会记韩国顺路因教会吼，因早起时交通无通遐方便，足外面的人要入来吼困难，所以因有80几个点，当时全部大家拢就近。有的是讲我著开公司吼，公司早起时就无上班啊，我就倒一台大只的迄个监视迄个影像。无投影机也好，也是大台电视，周边的人就走去迄个公司的几楼，大家做伙大声祈祷安尼吼。迄个祈祷的产业实在是互咱感觉讲哇，足惊讶嘛，敬佩就对啦吼。这是韩国的教会安尼。当大家拢称赞讲台湾的教会是唱歌的教会、唱圣诗的教会啦吼。咱的圣歌地吼，敖唱迄是应该的，若唱歹吼。就无互人学了讲是唱歌的教会就对啦，因为咱台湾吼对这个唱歌，我感觉讲除了咱长老教会真侪人吼对音乐有真好的素养以外吼，佫有一个原因啦，咱台湾有真侪吼，伫要一半是原住民的教会，对无？原住民的教会因迄天生的歌手咧，也免教偌济就唱落啊吼，嘛免看谱咧，咱最近常常有即个。有即个咱的回收的吼，春节有回收的物件，咱咧送互咱即个南部中会一个建山教会。因即个建山教会较早吼，甲阮伫高雄的教会是有一个姊妹教会。因常常即个长辈一侪兄弟吼来访问的时阵吼，拢遐老辈唱8部的啦，8部合唱吼。咱知影8部合唱就是一个起音，伊就对，拢毋免看谱，因为
话术伊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啊，所以互人称呼学了个唱歌的教。啊，唱歌的教是真好，但是吼，我著要想讲，哪会无人讲咱长老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啦？啊，是安那无？毋是基督的教会？为什么长老教会毋是无注重基督？我细汉是对庄脚出身的吼，我真会体会讲，哇，当时真侪兄弟感觉基督是重担咧。啊，你基督吼，迄代志大条啊咧吼，大概有几种的现象啦，就是讲，咱伫一个聚会中间啊，你袂当随便讲，非常长老请你祈祷，吼，安尼死声就得罪着啊。你也无甲我讲，就叫我祈祷吼，我惊屁屁抓呢。有诶是勉强祈祷，煞就讲无事啊。你后摆，你嘛甲差不多诶，毋通烧，嘛小我甲我讲一下，我准备一下吼。咱有即个现象吼，较早庄脚拢安尼。第二吼，会友袂晓祈祷，讲牧师啊来甲阮祈祷一下安尼啦吼。啊，牧师嘛袂使讲咧，啊，就减讲一句讲，啊，你家己袂晓祈祷，是安就叫人替你祈祷。这毋是咱较早长老教会一款传统，啊，一个句吼。我知影较早的时代有影，逐个人受教育较少啦，但是嘛感觉就讲，迄个爱祈祷的心吼，拢无互伊开发出来安尼。我有听到几啊项迄咱教会界的笑话啦吼，教会界笑话。啊，这到底是真啊假，咱毋知啦吼。但是就是讲，有人咧安尼讲，头一个就是讲有一个教会选中级，啊有一个新的执事互人选着。啊，伊看起来是嘛足认真、足骨力的吼，啊嘛足用心参加聚会。但是选着中级了后，伊先来甲牧师报备，讲牧师啊，你叫我做啥物代志，我拢足欢喜做，吼。聚会我袂欠惜，但是唯一一项，请你毋通叫我祈祷，请你毋通叫我祈祷，吼。伊感觉讲祈祷好像就一个足神圣的工课，若无牧师袂使祈祷咧。好像迄个认知哦，一直惊毋敢。啊，较早伫庄脚吼，有时中级的迄个素质无讲足完整啦吼。啊，有诶吼，较庄脚的所在吼，有诶中级拢去应酬啦，啊啉几杯啊，啊佫歹势拜三祈祷会无来啦，啊啉诶啊，咱点诶就走来礼拜堂啊。毋知是牧师调工诶，也是无注意讲，哎，某物长老请你祈祷来做结束安尼啦。吼，啊伊迄啉落人足够祈祷，毋是讲袂晓祈祷啊。但是祈祷到尾讲袂晓压面讲干杯安尼啊。哇，真正啊，这是听到诶笑话，毋知有影无？但是我咧摇讲吼，几成会有影，因为吼都毋知影伫啥物所在啊，就对啦吼，毋知影伫啥物所在啊。啊，这看起来是笑话，但是迄个某一个程度咧表达讲，咱长老教会吼，其实对牧师开始牧会，我嘛有感觉到呢。哦，这摆训练会友祈祷、爱祈祷、敢祈祷、迫切祈祷吼，好像就无办法啦，无办法。啊，但是我转来咱富强教会牧会了，我感觉讲，这嘛无一定袂解释咧。吼，迄是看圣神安怎引带。当咱进入到伫圣神的恩典内面吼，迄个祈祷毋是困难的事，毋是困难的事。但是我感觉心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讲，咱每一个在做事会中集吼，无人甲牧师讲牧师啊，你叫我做啥物代志拢好，毋通叫我祈祷，安尼袂。而且因逐摆咱伫特别是台语的礼拜吼。在带祈祷，大家拢足认真，足用心来祈祷，带祈祷。啊，他现在长老教会无注重祈祷，是毋敢呢，无爱呢，还是袂吼？咱拢毋知啦。但是，我去想到一项吼，咱是毋是甲祈祷的迄个印象看作是一个重担，啊，看作是无要无紧，甲我无关系。我想着讲，兄弟姊妹，你若爱一项事吼，你是毋是日子拢想要去？比如讲，咱中港兄弟有足侪人爱钓鱼啊，要甲你动，你都动袂牢，你都无去钓鱼啊，手会痒呢吼。有个人吼爱运动，你一日无运动吼，骹较用生鲜呢，感觉足艰苦。啊，
佫较毋免讲，咱逐个若较有年岁，拢谈过恋爱。吼，你若伫恋爱中间吼，你若无甲你即个志疼的对象吼，讲一个话，交陪一下吼，讲袂煞。事实祈祷就是安尼。祈祷你若去谈到迄个甜的滋味，就亲像雅歌内底吼，伫描述上帝甲人的关系，亲像爱情有无？亲像虎迄种的相疼。你若意爱吼，你就袂讲无爱啦、畏啦、毋敢啦，毋是，因为咱就是无去谈到圣神伫咱中间的滋味。我拄仔讲伫庄骹，真侪人毋敢祈祷，但是我嘛发现到一个足特殊的情形。我的故乡因为吼医疗环境无好嘛，迄阵也无医生啦。我知影讲，我囡仔时代连卫生所迄个正科班的主任都拢无吼，就是讲连一个正牌医生都拢无。有几个也是安尼赤开医生，都伊捌一寡医药的常识。你感冒无法度嘛，就爱找伊要注射就是咧报性命就对啦。若会好感谢主，袂好就只有认命安尼。迄个时阵，做老母的上界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讲囡仔若发烧，囡仔若艰苦，到尾找啥啦？所以较早有诶时候，就啥物先生嘛有无吼？用啥物药抹安尼，逐项偏方拢有啦。佫一项是吼，迄个逐个人家庭厝里诶厅头吼，拢吊棍包药包，吼，迄成药，就你若家己做医生，发烧食一包，扫食一包，落屎食迄包安尼啦。我看见讲吼，迄个阵诶妈妈偌伟大，囡仔现咧发烧，因有时会痉挛对无？到底无法度找无办法。囝诶命偌宝贵，开始跪落去祈祷，主啊救诶啦！阮即个囝吼，安尼我毋知要哪医疗，我著交托主啊，上帝啊，你著来救诶。祷告是无啥物层次啦，也无啥物逻辑啦，但是都主啊救诶，我即个囝吼要无命，求你啊来医治啊安尼。甚至有一个姊妹，伊嫁去到利未信遮的家庭，伊的大家是足爱拜的，但是看到即个孙仔吼艰苦发烧吼足严重，迄毋知佫若烧到几度，就头壳歹去啊！竟然即个拜的大家讲你无赶紧抱去互牧师祈祷，伊叫因新妇都爱抱去互牧师祈祷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我想的关键伫遮啦，因为咱毋是专业的即个牧者，也是长老，你都爱祈祷啊！你文雅逐句话拢足招致吼，免安尼啊。但是你有去谈着祈祷的滋味，你就会晓祈祷。就像我讲的讲，你甲你的志疼的对象讲话，你敢着佫打草稿？毋免啊，你就感觉用你的疼讲出来就好啊嘛。你一个好朋友要讲话，你敢着佫打草稿？毋免，你着对你的心意讲出来，人知影讲你有诚心要陪我嘛。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看见咱福阳教会有真侪水的祈祷产业。时间的关系，我想咱若是读过，咱就知影吼。好像就减一页其实咧，可能有去切去吼。咱教会现在有真侪宝贵的祈祷的产业。第一是中保祈祷，已经进行10几冬啊。迄对咱开始要建堂就开始的即个祈祷10几年。咱逐期拢有几啊10个吼，要60、70个、70、80个兄弟姊妹，一礼拜用1点钟的时间伫祈祷室伫祈祷，有真侪见证，咱就无搁重复。第二是咱拜五拢有一个恩典时刻的祈祷会。咱差不多90个、100个兄弟，大家同心来祈祷。搁一个是咱拄则8点40开始的即个主日的祈祷会。咱现在有咧进行即个国外祭前的连锁禁食祈祷会40天，有诶禁食一礼拜禁食一顿，有诶2日、3日、4日拢有吼。大家做伙同心祈祷。过来就是咱有迄个祭期的祈祷会。亲像咱伫即个受难周的拜五暗，咱有特别来设计一个纪念耶稣受苦，
迄个祈祷会。咱今年的主题就是受苦的路，耶稣受苦14站，迄款一站一站耶稣受苦的经历。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既然听到讲，咱富强教会有即个遐尼好的祈祷产业，你无来参加实在足可惜。你无去做伙经历到伫主甲主同受苦、甲主同过活迄款的喜乐。拄则咱有讲到中保祈祷吼，恩典时刻的祈祷，阁有禁者的祈祷吼。实个我即个荧幕内底无咱即个填空内底可能爱绕沟去，恁可能知影吼。拄仔是异地的祈祷，咱像伫顶礼拜真侪兄弟感受到迄个同心祈祷带互你的快乐，所以真侪兄弟拢走礼拜堂是讲台头前。咱咧想讲哇，好像这服侍的同工无啥够咧，爱赶紧准备较侪同工。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随时除了咱教会一般的祈祷以外，咱伫教界嘛有遮侪即款无共款的形式的祈祷吼。一种是叫做关联异地的祈祷。若要讲是关联异地，就是讲一个有诶犯着鬼，有诶拄着遐个邪灵的搅扰的，迄有一个奉主的官兵来异地的祈祷。佫一种是行走祷告，毋知咱听这有捌听过无？行走祷告就亲像你咧散步安尼，有人要去即个地区报道，因无先去安尼先去报道，伊先行走祷告，一队的兄弟姊妹安尼安静行即个社区，奉主的名来宣告，这个土地是主所祝福的，求主来洁净，迄叫做行走祷告。好像一面咧散步，一面咧见证，一面咧恳求上帝的官兵，甲即个地区三甲同在。有诶是新开设一间礼拜堂吼，新开设的一个报道所，像遮个兄弟，查初开始，毋知会友伫倒位啦，伊就先甲即个装车，逐日也是讲一礼拜细做行走祷告。即咱有真侪兄弟拢有参与过。佫一项是先知预言的祈祷，先知预言的祈祷。就是伊有特别的温数，伊伫迄个异象的中间，咱看见一个影像，会将即个影像来讲出来，来做预言的祈祷。伫即个拜五吼，咱有一组人客对台北的淡江教会来，虽然是外教派，但是伊足认真去甲各教会相结连吼。即个曾牧师呢？是即间淡江教会主任牧师，伊来到遮，咱有几个同工牧者甲咱的满足长老，大家做甲接待。最后，即个曾牧师要离开进前讲，阮为着恁祝福祈祷，因为因淡江就是伫淡水嘛吼，淡水是150年前马偕牧师来传福音的起点嘛，所以因就学迄个款式讲，阮既然是教会伫遮是马偕登陆的所在，阮嘛要学习马偕的精神。伊今年全台湾经大县市经150间啦150年嘛，经150间来相结连，为着因祈祷，为着因祝福安尼。伊讲我甲谢牧师甲团队伫遐接受因的祝福，我有听见即个曾牧师，伊就是用先知预言的祈祷，印象真深。伊咧祈祷讲，伊看见一个影像，讲谢牧师亲像伫捡遮个珍珠，用珍珠甲伊放做一条真水的破链安尼。伊讲的意思是讲，伊发觉着讲教会要经历着遮个侪上帝恩典的百姓，甲结连做伙，用即个影像来做祝福安尼。所以这就是一个先知预言的祈祷，佫一种是内在异地的祈祷。有的人心内有郁闷，心内有对早前所拄着的伤害，透过内在异地的祈祷，互你得到透白。咱伫过来的即个16号佫偌济前的一日咱有要请一个潘牧师伊要来日式，要来咱教会来针对做一个讲座。第2场聚会，我有看到周报伊写讲伊即个牧师有迄个内在异地的温数，祈祷的温数，所以要为着兄弟，你有心内有艰难，有侪的破壳、重担、艰苦，
伊要做服侍的祈祷。啊，佫一项是咱教会咧推动一个哀伤陪伴。当人拄着亲人失去的时阵，迄种的哀伤，有人陪伴伊来做祈祷吼。当第二阶段，我咧讲，这个祈祷，即马咱现在伫台湾正教会咧推动一个，佫简单，啊嘛佫会当唤起即个祈祷时间的祈祷，就是 RPG 吼。有真侪人听到 RPG， 会感觉马上一个反弹，讲啊，即个名吼，看到都青疏外国名。那会是咧教我讲这啊？是毋是有新的噱头？实在毋是，就是讲，即个是叫做复兴祈祷的小组。咱虽然讲咱福阳教会有真侪祈祷的产业，但是吼，若佫加上即个小组的祈祷，安尼即几个祈祷的梦吼，就佫较完整就对啦。啊，咱事实咱教会现在的小组有真侪小组团契开始咧推动即个。祈祷啊！我简单要甲咱介绍，什么叫做复兴祈祷小组。伫主后2020年，就是2年前吼，上帝差派一位即个国际祈祷学院的总监，就是叫做杨道诺牧师啦。伊来台湾迄阵拄啊疫情来啊，哇！疫情来，伊要哪介绍即个拄啊好，伫迄疫情起起伏伏的中间，伊伫北中南逐位吼去宣扬即个。RPG 的祈祷运动啊，你先莫互即个 RPG 吼，互伊惊跳吼。咱等下听你就知讲啊，这实在是足简单的，这叫做杨道诺牧师啦吼。啊，伊来遮宣扬。当真奇妙就是讲，伫迄个疫情来的时阵，逐个人心惊吓嘛吼，啊，佫袂当见面啊，袂当做伙啊，到要安怎？上帝安排即个时间段吼，即个 RPG 的祈祷，真做咱台湾正教的一个。足重要连结的时阵就对了，啊，所以呢，这个彼此激励守望的祈祷模式叫做 RPG 复兴祈祷。啊，你若讲 RPG 三字咱无啥了解，吼，袂要紧，就是叫做复兴祈祷小组。啊，祈祷小组咱嘛知影意思，重点伫复兴这2字啦，吼。啊，所以因为新冠疫情限制聚会活动，啊，上帝借着这个网络的群组。兴起了这个小组祈祷的风潮，就对。啊，所以真侪教会也因为安尼经历了上帝奇妙应允的恩典，因为真正是疫情来吼，各种产业拢大变动啦吼。除了吼，迄上班的毋免去上班吼，感觉讲较轻松，其实嘛无一定轻松啦吼。头路无一定会得会互坏下去嘛，无一定呢。但是就是讲，真侪人透过即款的 RPG 的祈祷，哇，感觉讲定心得到恢热，得到上帝奇妙的应允。啊，我要解释就是讲，兄弟姊妹，咱毋通先想着讲，哦，啊，牧师你咧讲咱顶落教会都袂晓祈祷，佫加一项，啊，毋过动愈动吼，毋通安尼想。RPG 的祈祷毋是新噱头啦，吼，毋是新原理，伊原来是对伫主的门徒伫马可楼，咱甲伊称呼做马可楼，你就知影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去组织伫一个所在，啊，因咧描述讲即个。楼仔厝可能就是马可的厝的一个大空间的厝，啊，通互因组织的意思。啊，所以后来人甲号做马可楼。啊，因是伫迄个所在祈祷祈求复兴，啊，所以就是对马可楼也是祈祷塔，吼，叫做阿波论，也是讲三人同祷小组即款的意念就对啦，吼。啊，马可楼伊的立定文，吼，原意是食饭的所在啦，啊。互人传统上看做讲，这就是耶稣咧最后晚餐迄个空间，吼。啊，嘛是门徒组织咧听候圣神降临的所在。啊，所以咱看去真侪啊，咱新的教会有人号做马可楼教会哦。啊，较早我会记天桥教会啊，伊伫即个林信路一栋大楼，伊嘛买一个空间，啊，改号做马可楼祈祷的所在，意思讲。若听到马可楼，就是爱祈祷就对啦，伫遐做伙祈祷安尼。啊，所以耶稣过我了后，共即个楼仔厝吼，伊用门徒显现2摆，啊，伫即个楼仔厝的中间，门徒来领受着圣神，有记载伫《使徒行传》2章1节到4节。啊，这是即段经文啦吼。啊，即个是中文的吼。啊，毋知是毋是咱投影片毋是台语的，袂要紧，这差无介济啦吼。五旬节迄日，门徒组织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
讲亲像透大风，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啊，阁有亲像分开的指对因出现，晓伫大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的话。吼，这是中文的，啊，意思是共款。啊，这就是后来吼，米开朗基罗画这张图，吼，感觉上帝这是马可楼迄个图像啊。当然，迄原图毋是安尼，吼，这是较原图啦，迄原图的色安尼吼。啊，后来呢，迄个罗马的天主教呢，伊就甲即个商团迄个位置吼，佮甲定起一间叫做真正叫做马可楼，啊，诚做观光的所在就对了，互人去遐去回忆讲哦，当时门徒伫遮祈祷，甲主耶稣食圣餐，啊，门徒洗骹有无吼？啊，门徒伫遐听候圣神降临，啊，就遮纪念吼，即嘛变做去一间安尼观光的厝就对啦吼。啊，这是伊的色内真水吼，真东方安尼。咱兄弟姊妹，咱讲到最后的主题是 RPG 什么意思？咱若这三字吼袂晓念袂要紧，就是讲要招咱兄弟姊妹加入于这个祈祷的小组，两三个人同聚会迄款的意思。你会要经历到上帝真多的应允甲困难吼。咱拄仔佫解释讲 RPG 就是复兴祈祷小组吼，迄三字啦，英文的吼 ，Revival Prayer Group， 啊，就是下面即个翻译复兴祈祷小组。啊，伊复兴祈祷小组的意思就是用主祷文做一个基本的架构。啊，事实即个祈祷内容嘛足简单，就是三大的顺序啦吼。就是讲你即个祈祷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好。啊，三段，第一段，大家人轮流讲一遍，还是2遍，讲起对上帝感恩懊恼。吼，我要感谢上帝，感谢什么？上帝是主恩典的上帝，是听的上帝，伟大的上帝。啊，有的小组伊就讲，啊，无咱用诗篇23篇来祈祷啊。意思讲诗篇摕来做懊恼的祈祷。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啊，你是我的牧者。安尼用安尼来祈祷，提升是有3个人对无？轮一轮，轮无够，佫轮第2轮，后人轮到3轮就对啦吼。就是轮流来懊恼上帝。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下会解释。第二，就是咱照祈祷文内底的内容。第2段是，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就开始为着咱个人的需要来祈祷啊。啊，我今日有甚物款客，我有甚物困难，我有甚物重担，我有甚物款亲人拄着任何的代志，大家人轮流祈祷。时间有够，一人1轮，还是2轮拢会使。最后是为着上帝国的降临，吼，因为祈祷文的第3段就是主的国临到嘛，吼，啊，所以就是为着福音转化，亲像为着别人祈祷就对啦，代祷，也是为着咱的家庭、亲人，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国家，像最近为着乌克兰来祈祷，迄叫做为着上帝国降临。所以3段真简单：第一，阿罗上帝；第2，为着你我家己的需要；第3，为着咱的社会、教会、国家安尼。所以你若注意看这个祈祷文吼，啊，即阮伫天年的背这段吼，第绿色的这段就是咧阿罗上帝；第2段蓝色的这段就是咧祈祷，讲阮日式今仔日互阮吼。第3段是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你后，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的日子，叫阮脱离迄个歹的，表示讲，伫迄个官兵的中间，互咱甲人的关系有一个水的关系安尼。啊，最后就是因为国官阳光拢是做代代无尽吼。所以简单回顾起来，就是讲，咱拄则祈祷的是用祈祷文，读圣经搁一遍祈祷文。啊，即个中间就是咧甲咱讲，第一关系。咱爱阿罗上帝，感谢上帝，阮伫天年的爸。第2，原理的名称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意思。第3，是宣告主的主权，毋是我。我的祈祷，我有甚物能力，是因为上帝伫遮，圣神伫遮，所以讲你的国临到，你的即地伫第2是伫天年，吼，就是宣告主的主权。第4项，即个祈祷文内底表示讲。咱做囝儿的名分就对啦。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就是上帝，互伊的囝儿有即款福分，通享受把祝。第5项就是团契，就是甲咱人中间的关系会
会当得到改变，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吼。最后是求主带领，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最后是宣告主的主权，讲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所以兄弟姊妹，咱当咱听到这的时阵，你第一毋通感觉讲有重担，吼，是毋是假出来？是要互咱赢取上帝的祝福、恩典的一个祈祷小组。所以特别咧强调讲，复兴祈祷的重点毋是组织啦，我两三甲你组就好啊，毋是。伊的重点是追求复兴，是咧追求复兴，佮甲生命得胜。所以咱拄则已经讲 RPG 的 PG 是祈祷小组，大家嘛知影，两三个做伙就是祈祷小组啊。但是重要是迄 R 啦，迄个 R 就是 revival 复兴。你有得到复兴，才会当真正得到上帝的即个同在吼。我简单来讲开几项，咱有时会当伫资料看到，我就无详细讲吼。RPG 的特质是啥物？毋是只干那祈祷，佫是一个教会建造。第二是关系连结，毋是事工，吼是关系连结，毋是干那一个事工那定，是你甲你的亲人，你甲你的小组员。第三，你是要听圣神的声，吼毋是用人的声，是听圣神的声。第四，是要成做一个门徒来建造教会。第五是爱建造一个听主听人迄个属灵的文化。他一般伫即个复兴祈祷的小组内底有即几种模式啦。有真侪是伫教会生命小组，也是咱的即个小组内底吼，即个团契来做小组员。咱的教会贾牧师伫旧年开始有请几个小组来试验性吼来做小组，因咱基督了拢足有感动哦吼。等下我会做一个小小的见证。第二是，你伫家庭中就会当小组啊，两三个人，咱就照迄个模式，大圣性学罗上帝。第二为着欠缺祈祷，第三为着咱的家庭、教会、社会祈祷。第三种是职场中的 RPG， 有的人吼伫伊的办公室内底就组一团，因为安怎呢？当你要甲传福音吼，伊会感觉讲你若要讲福音，就莫甲我讲，莫做朋友啊。但是当伊有困难是讲，我替你祈祷好无？伊讲敢要甲你拒绝，伊讲安尼有嘛无嘛好，吼你当伊替伊祈祷的时，心就柔软啊，因为你要替伊祝福嘛。所以这个祈祷就成做一个快乐，甚至有的同学伊伫学校内底招学生同学做伙来祈祷，这是咱网络内底真侪即款的见证。你有闲，你讲牧师咧讲 RPG 毋捌听过，我来试看嘛。你甲拍一个 RPG 落去电脑内底。一大堆的教会的见证啊！所以吼，咱毋是对流行啦，是讲哎呀，这实在是咱富强教会祈祷的产业中间吼，即地若阁有哇，安尼阁较完整着对。要怎推动呢 ？RPG 就足简单，第一，咱两三个人约定每礼拜一摆，10分到15分就会使。若较长吼，20分。但是安怎呢？即个小组的祈祷有一个重点。兄弟姊妹，你定定会当招人卫先对毋对？开讲对毋对？咱嘛定定讲来食咖啡啊，讲是非有无？祈祷无咧讲是非，就干那讲阿罗上帝，迄气氛就无共款啊。迄个祈祷的灵就来啊，因为你要替伊祝福嘛。第二，两三个人较袂平淡啦，对无？因为家一个祈祷今日先卖啊啦，毋过人即嘛甲人约好啊，吼。迄个暗时9点啊，大家要做伙祈祷啊！我早会使讲无出席，因两三个人足好招的嘛。而且现在吼，嘛免大家自做会咧。当然你若用自做会是介好，比如你小组大家在聚会时阵，大分组祈祷嘛介好。有人礼拜煞就该两三人做伙祈祷啊。但现在真方便，就用Line，也是网络来群组来通话吼。实体小组嘛拢会使。第三，会当用圣经做导读的模式，就讲你要学到上帝讲了较无完全，我就经一篇诗篇来读就对啊。你读一节，我读一节，导读祈祷读用圣经节来祈祷就对。伊讲毋免伤侪聊天啦，直接开始祈祷安尼。那这个 RPG 祈祷小组的优点是啥物？人数少，容易带领，时间短，会当持续，内容简单。会当复制，
实体啊线顶拢会当连接。第五会当兴起爱祈祷的同工。拄则咱已经有讲过，我搁做一个复习就好。RPG 祈祷是用悲痛的祈祷，用上帝做中心的祈祷，求上帝国，为着个人的需要来祈祷。这是我对网络翕到的就这三项就对啦。三个祈祷内容：阿罗感谢、日用的饮食，就是咱讲的需要，搁上帝国的降临安尼。所以三个祈祷就遮我咱之前讲过，咱就无重复大概迄个流程就是。感谢祈祷一轮3、4分钟，具体你有感恩的代志，讲我昨昏经过什么代志，足感谢主的，互我足顺遂咧，安尼就是一个感恩的祈祷嘛。一摆只干那感恩一摆，感恩一项，所以2、3轮，我讲、你讲、伊讲，安尼就解决啦第二是日用的饮食，就是咧表达讲，将咱家己的欠缺甲需要，为彼此的需要祈祷，大家人分享祈祷。这个祈祷有可能会当用这个方式，讲大家做伙坐声祈祷，因为咱三个人拢讲着我的需要嘛。嘛会使一种就讲，咱三个人我为着正平的人祈祷，第二个为着第三个祈祷，第三个再搁为着这个第一个祈祷安尼这拢是咱所讲的这种种的内容。咱这有机会有资料会当互咱参考，我就无伫遮安尼详细描述现在咱要推动这款的祈祷，马太福音18章18节讲，我实在甲恁讲，恁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恁伫地上稳准的，伫天顶嘛会稳准。19节讲，若是恁中间有2、3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就是天顶的爸要为着因成全。2、3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主就要甲咱成全。耶稣明明甲咱应允你讲这无效啦，这无路用这新的啦，这就是耶稣讲的。恁若是2、3人同心合意，你都毋是要为先，也要讲人的应仔会你就是要同心祈求嘛。主就要甲咱成全啦。耶稣佫重复一遍20节讲，因为无论伫倒位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遐就有我伫因中间。伊要伫咱中间呢，这就是咱所讲的3人小组啦 ，A、B、C 安尼，有简单无？有时咱只拉一个字落就3个人就连线啦这可能小组长来了解就知影，就是讲有一个人叫做斗长，咱什么长，咱为了分的情形，就是讲，这个负责招呼的人叫做斗长，就对斗长安尼会当一组后来变做2组，伊佫招新的人加入就对啦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这礼拜咱台南市的教会有邀请一个对宜兰来的这个庄成汉牧师，来分享2场，一个是对牧者讲，一个是对咱政会友讲伊咧分享讲因安怎推动迄个 RPG 的代祷小组，有一项我真感动。伊咧介绍讲，伫因宜兰伫头城遐有一个渔港叫做大溪渔港啦。中间有一个伫迄个农会咧工作的，对宜兰逐日拢都爱开车去即个大溪即个渔港来上班伊本来是迄个日本的一种佛教叫做日莲教的信徒啦。但后来看讲，迄日莲教改成毋是伊家己要追求，伊本来是做足大，已经是像个港员安尼伊怎去找伊的同学，就是即个曾牧师的太太。我感觉讲对这我真失望你敢会当甲我介绍恁基督教安尼？伊就安尼怎信主啦？因为伊带伊 RPG 的时阵，伊家己去经历着圣神，哇，全部改变。伊是伫宜兰人走去到迄个庄卡咧上班伊感觉讲快人早前早日调转来市内无，毋过当伊信主了后伊讲我对即个人遮个所在有负担，因为即个渔港有真侪遐个外国的渔港，着对印尼的渔港啦，有的是拢拜妈祖的，安尼足迷信的有的是家庭新散下，所以伊就归去怎招讲几个人，伊熟识的朋友讲，咱来 RPG 无所在人招伊怎拜托去迄个全家去海港有一间全家便利超商，怎伫遐 RPG， 迄个超商的店长讲好，互恁用安尼足奇妙。头一遍 RPG 的时阵，就有人决志要洗礼，这是足奇妙。
所以信主了后，就志愿留伫大溪渔港来服侍。原来这1年的渔港，就慢慢这个气氛就改变，真侪人因为安尼得到好的帮助甲引带。最后我要讲一个咱家己教会的见证。咱的教会有一个自然小组，因去年就开始试办这个 RPG 的祈祷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就是咱的子玲姊妹吼，这个少年的姊妹，伊做导长。因迄阵在这个小组内底有一个家庭吼，拢是伫来第2场礼拜对香港来的一个家庭。其中这个姊妹叫做淑芳姐妹，谢淑芳姐妹吼，伊本身伫香港是咧做护理师啦。哇！你来台湾吼，你无牌照，你都袂当做就职咧。伊就开始，这个小组开始为着这个淑芳姐讲，为着你来台湾考着执照来祈祷。真正顶礼拜吼，公布讲伊已经顺利通过护理师。哇！因这个小组足感动，讲哇，阮为着你祈祷吼，感觉上帝应允呢。因为这个淑芳姐妹吼，伊家己因为伊伫香港有时拢用英文在讲，遐迄个名词嘛吼，遐个医疗的名词，伊怎么要用中文真歹转达翻译呢？但是竟然顺序考着，伊咧甲这小组的兄弟讲会当合格才是上新者，伊感觉是新者。若是安尼若听，伊的先生叫做陈喜沈承喜弟兄，因来第一个爱处理的就是考驾照。兄弟姊妹，咱香港开车是我倒边呢，咱来台湾正边呢，竟然2个人伫祈祷中间拢顺序考着。伊嘛真感动，伊的查某囝做恩莹吼，伊爱读特殊的学校。要经这个学生是足严格，到尾嘛顺利入学，所以伊是真感动啦吼。这就是咱这个沈承喜弟兄的全家吼。咱第2场看较会着，因为因吼都香港话较侪啦，有时讲国语嘛听袂啥会准，所以台语是较无可能啦。咱为着这个家庭祈祷，因对香港搬来台湾是足无简单可耻安尼。兄弟姊妹，总讲一个，咱兄弟姊妹有趣味 RPG。你会当伫团契内底，伫小组内底，做伙来形成一个祈祷。若袂晓的，咱有真侪的小组同工会当甲你训练吼。也是讲你加入一个有经验的兄弟，伊就带即个祈祷小组。实体也会使，网络嘛真好。咱是要宣告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咱要来吟首圣诗来回应主的听。咱来吟这首诗是即个求主教示阮祈祷。咱来吟第1节。副歌吟2遍吼，咱做伙来回应主，来做祈祷。求主教示阮祈祷，好大军正对你讨，使阮信心那坚定。听你声音甲命令，求你阿罗听阮祈祷，你的今日谦卑求讨，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好，歌搁唱一遍来。求你阿罗听阮祈祷，你的今日谦卑求讨，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主庇。咱应该继续，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几项事来做回应的祈祷甲公祷。第一项，咱为着咱每一个人拢兴起祈祷的时间来祈祷。咱欢喜祈祷，爱甲主讲话，爱听主的话。你祈祷是你生命转变复兴的开始。咱甲主讲，主啊，互我有迄个祈祷的温数，甲主亲近的温数，无受阻挡，无惊吓，无软弱，无贫惰。互我爱祈祷，甚至
我爱招2、3个人同心的祈祷，这是主耶稣所发的应允。第2项，咱为着咱台湾的疫情，还阁有新的一波在传染，咱求主怜悯，互咱众人有主的疼来得到平安，而且疫情会当适当得到控制。第3，咱为着咱所疼的亲人来祝福祈祷，无论伫即边，咱的即个连续假日，大家南北来往，求主保守因出入拢有平安。咱照周报内面所有互咱的学习的祈祷，就是为着五重的祝福来做祈祷，为着你亲人你所疼的时大时小，身体健康、事业的兴盛、心灵的喜乐、人际关系的美善、灵命的成熟，为着因来做祝福祈祷。咱作为有感动、开声，也是静默，为了这事同心来祈祷。主我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神做工，施恩保守伫阮中间，愿你的圣神大大做工伫阮中间，保守阮众人得到你的祝福，阮圣神看顾。阮有这个祈祷的恩赐，祈祷的产业，咱结连伫你的面前，愿平安的主亲自看顾甲扶持，你的恩待甲保守伫阮众人中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感谢上帝你的祝福甲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你。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今日领受着圣经美好的教示，阮来学习主耶稣的祈祷文内面，迄个宣告主的权柄的祈祷。我要伫主的面前来确认，阮是主囝儿的身份。我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来祈祷。我要为着国度的来到、圣神的降临，以及这个社会平安来祈祷。主啊，阮欢喜，会当招至好的朋友、亲人、家庭、同事，阮有迄个祈祷的小组。当阮开喙阿罗主的时阵，主你的权柄就要到，你的主权就要到，阮就要经历上帝你奇妙的顺序、恩典甲医治。主啊，阮为着疫情要继续在传染，求你怜悯，互阮众人持守着这个防疫的措施，互阮通过有风社来保护阮的身躯，也互阮伫这个假日，大家出入南北来往旅游的时，求你保护阮大家拢有得到平安。拜上帝，今仔日也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伊哋施恩伫遮的所有的教会学校，互因高举主的十字架甲福音，侪学生通过这个福音来得到信仰，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主愿也为着每一个家庭亲人祈祷，求你将5项的福气恩典来保守束缚伫阮众人中间，也将这款的感恩摆伫主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伫这个天气寒热无定的时阵，求你保护阮心身肉体拢有平安。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姊妹伫咱奉献进前呢，牧师要介绍吼，今仔日呢特别有这个叫做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吼。今仔日有一队的代表，就是咱中营中学咱是黄丽蓉老师是咱教会的同工咱慧蓉老师徛起来，互阮捌一下来欢迎伊吼。要来甲咱请安，实际要报告请安，就是咱黄雅慈同学，请你来头前好无？雅慈同学来拍拍欢迎伊。我来甲伊介绍一下吼。雅慈同学是中营中学1年级的学生，佫足少年啦吼。伊是咱看世界教会这个黄伟烈牧师的查某囝。我会记得10几年前，牧师伫高雄看到伊吼，是一个细汉囡仔，即摆已经高一啦吼。好来，伊要甲咱做报告，无一个短短影像吼，要来甲咱介绍。来，咱拍拍来欢迎来雅慈来。大家平安。平安。我是黄雅慈，是中营中学高中部1年级的学生。今仔日我甲老师真欢喜，代表中营中学来向大家请安报告。136年前，巴克勒牧师开办长老教中学后，就是即卖的中营中学，希望因上帝的疼甲恩典，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本校学生毋但伫成绩有好表现，
伫大项比赛嘛拢得到真侪肯定。校园的福音事工也一直继续。100几年来，培养超过200位牧师。这几年来，学校面临经营的困境，阮犹原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荣誉、服务，互学校成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希望学生毋但会晓读册，也会当活出有疼有人的性命。阮有准备一段影片，请大家欣赏。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迷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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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要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星星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
支持学校校务的发展，为咱的学校来祈祷甲奉献，也会当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英中学来读册，受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性的栽培。感谢大家，愿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多谢咱的雅慈同学啦吼，伊牧师囝，所以讲台语真无简单吼。咱做伙关心遮个教会学校，今仔日是甲咱中英中学来报告，但是其实咱台南吼有3、4间的教会学校，中英中学、中英女中，阁有真理大学吼伫麻豆，阁有一间就是咱的即个中英大学。较早人毋捌听到中英，掠做讲是迄中英航空所设的学校，是咱比因老少侪啊，咱百几档啊呢吼，总是咱知影讲教育政策变化、少子化，咱中学嘛拄着经营的困难，特别这老师搁较拄着困难，咱为着因祈祷啦吼。咱当然伊有通过总会讲会当募款，但是咱因为顶礼拜多咱搁有资金吼，奉献资金，所以咱可能小会再来做研究，安怎为着因来关心，安尼就会使。若当然个人有人要关心奉献，咱嘛真欢迎安尼。来，咱即时时间无啥够，咱来做奉献甲报告吼。咱请中级执事来收奉献。请咱去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报告进前，请咱掀开周报的后面，咱再来背即个月的金句。彼得前书第2章24节，咱做伙来读2遍。伊伫查理，亲像担当咱罪伫伊的身躯，互咱向罪迄面死的。人会向伊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彼得前书2章24节，咱搁读一遍。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面，后礼拜的书会是陈秋怡即书，下面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咱掀开第4面，今仔日是
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咱为着学校来所有的学校来祈祷。第4点，大岛团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第4点甲第5点是大岛团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第6点是本会定伫4月17主日举行各偌济赞美礼拜，甲圣餐洗礼。要受洗的兄弟，请咱会当甲干事来提报名单。咱看第5面，本会定伫6月初3甲初4，要举办中职领袖年终领袖会，请咱家己来看。第8点、第9点、第10点、甲11点，请咱家己来看。第11点是本会基顺小组的叶仲文弟兄甲王小倩姊妹伫3月24伫东区户政事务所来完成结婚的登记，咱恭喜因愿主祝福新人运电满满。第12点，咱的庆生会咱结束，牧师祝祷完，咱请牧师来主持。咱看第6页丧礼的消息，本会蔡凤玲姊妹的妈妈高蔡秀霞这咱就无写毋对吼，但是高蔡秀霞姊妹伫3月30蒙主文调伫昨已经伫市立殡仪馆来举行告别式求主赐下安慰的力量互家族。以上报告接续咱请第8点、第8页、第9页，咱家己来看。若有出入，请咱甲过继人员来更正。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拄则咱有看到迄其他报告几项提醒啦吼。第一项就是讲，咱今仔日因为清明连假吼，咱的即个午餐甲四灵传教暂停，但是若有新朋友会当甲遮个四灵传教提醒，咱会当有遮个地饼吼。另外是咱基督教公墓要伫4月16拜六要举行联合的即个追思会，咱也有家属吼，有亲人安葬伫遐会当去参加吼。咱今仔日吼，咱的即个台语回应诗祈祷回应诗有唱即条334首，就是咱来采用是即条祈祷诗的回应诗，就是乌克兰的教会咧唱的吼。咱唱即个来做伙孝念求主来怜悯吼，即个国家紧会当得到和平甲平安吼。其他的消息咱详细来看，我来做一个介绍吼。咱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咧，汤黛玉姐妹，汤黛玉姐妹在哪边？我们看一下，来在楼上，拍拍欢迎伊哈，拍拍欢迎伊，来伫楼顶吼，来一个小礼物送伊。咱今日嘛上时，咱的雅慈同学嘛是新朋友啦吼。咱来拍拍啊一个，咱欢迎雅慈同学，咱来送一个小礼物伫遮。咱刚刚送一个小礼物，咱的雅慈同学吼，咱的即个汤黛玉姊妹伫楼顶吼，佫有其他的朋友无？佫有，来，新人，遮来顶下，这个，遮名单无写着吼。来，魏有庆弟兄庄延清魏成义。庄成典当黛玉，拢伫遮来，咱拍拍欢迎一家伫遮，欢迎你。好，歹势，遮名单无资料吼，对，咱伫荧幕内底有吼，欢迎你们来参加哦吼。好，咱即个祝祷煞吼，咱结束煞，咱有一个庆生会，咱请留几分钟来做结束吼，来，咱甲时间到，咱的聚会。请咱去吟上言390首。因是有煞，咱请牧师来祝祷。阿罗天父万福本愿，愿灵结果，仁爱交增。阿罗耶稣小我罪犯，罪我中保，奖励万关。阿罗诚心感化罪人，上诉灵力，恩惠日新。阿罗圣父圣子圣心，三位一体，至圣至真。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顶头、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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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密道来避讳。感谢主，愿主赐予咱平安。这时咱要为着4月份的寿星来祝福。咱请4月的寿星站起来一个好无？站起来一下，我们为你们唱祝贺生日快乐歌。第一个台语的，第二英文的。来，祝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你。祝你生日快！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咱要请玲玲姐来吹蜡烛 ，Happy birthday to。好，来口罩揪落来一个，来翕相，后要准备翕相来开吹蜡烛。咱拍拍鼓励。感谢主，咱有80位81位的这寿星，咱为着这寿星祝福祈祷，才来结束。主，我的上帝，感谢你，4月是一个春天花开的日，阮感谢你有80几位阮的兄弟是4月份的寿星，阮无论大人细囝、年老少年、男女，我拢求主大大恩典伫因的身上，互因伫一生的年日。因为认捌上帝做上大上美好的恩典，也互因一生所行拢有上帝你的保护甲看顾，伫工作、伫生活、伫健康、伫家庭，拢有上帝美好的恩典，也通过亲人的祝福，互因心灵更较大喜乐甲平安。愿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逐个人有主的看顾，过来一礼拜脚步，主你甲阮固守甲带领。也愿伫连续假日出入拢有平安，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甲大家隔壁祝福一下，愿你平安，多谢大家顺行哈。咱今日无午餐哦，无午餐，大家休困哈，多谢。